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这里闲着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来的人，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以下，请更生团契陈伯雄传道讲道，题目是“朋友啊，你忘记我们的约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来回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来请安报告，不是为了更生团契是今天是为了台南神学院的纪念指路。那台南神学院是我在台南故乡的一所学校。那我算是第1代的基督徒，但是在教会的生活的一些团契的生活当中却常常有机会跟神学院有所连结。那台南神学院它是一所强调促进化神学教育的一种它的教导。那什么叫做促进化教育呢？促进化的神学教育，就是说它教导我们神学生，你日后毕业以后被差派到哪一个教会，你就要进到那一个教会。首先，你要先埋葬自己，然后让自己归零。进到那一间教会的环境里面，与那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跟那一间教会的社区环境结合在一起。这是台南神学院曾经在日本时代被就是被关校复校以后的第1任的台湾人院长黄章辉牧师，他所强调的一种处境化的一个神学教育。那今天我代表神学院来跟我们教会来请安报告。那我用的题目呢是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今天耶稣基督所传讲有关天国比喻的第9个，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也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才有，其他另外3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那这个故事呢，耶稣是用以色列的葡萄收成的季节当成背景来传讲的。在以色列葡萄收成的时候，大约在每一年的9月底以前，就要把所有的葡萄收成完毕，否则在进入10月份雨季来临的时候，会来不及把这些葡萄收成完毕。所以呢，来不及收成的葡萄
就会很快来腐烂，所以这些果农的损失就会非常的惨重。因此呢，在这个时候，葡萄收成的工作，在巴勒斯坦9月底之前要把它收成完毕，是非常紧急的一件大事，而且绝对不可以耽误。所以，在大雨来临以前呢，无论雇佣多少的工人，都要想办法把它收成完毕。那时候，就算去请雇佣到1个小时的雇工，也都要去把他找来，因为那1小时的雇工都会很受欢迎。来多少工人，全部都要雇佣。葡萄能收多少就算多少。那这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呢，我们也看到他多次前往工人的市场去寻找工人，从清早、中午，甚至到黄昏5点的时刻，他都孜孜营营，他都很勤劳的到工人聚集的市场去寻找工人，而且对工人来讲，虽然已经到下午，只剩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但是呢，对当时基层的劳动阶层的人来讲，他可以领到1块钱的工资，就算是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候1块钱的工资呢，可以养活一家活口差不多6、7个人左右。若是以我们现在的工钱来计算，差不多是师傅工1500到2000块的一个所得水准。所以呢，也就是当时候罗马兵丁1天的薪水。所以这些工人，他们也很愿意去做。这就是我们要先去了解葡萄园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这个故事呢，我很喜欢看，而且我相信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因为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19章看完，然后跳到20章来看，那照着章节段落的方式来读，这种读法呢，却会让我们有一种错觉，因为他在导引我们这样子逐节逐章来读的时候，那我们却会忽略到前面所讲的故事，可能会跟20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故事呢，会不太一样。事实上，那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定要记着，我们在读到后面20章的时候，我们还要记着第19章的经文。我们回到经文来看，最后20章16节，他就说：就这样，在后的将要居前，然后在前的却将要居后。那我们再回头看19章少年财主的故事的经文，他最后一句话，19章的30节也是这样子讲说，就是有许多的在前，却将要在后；那在后的却将要在前。所以今天的故事很奇妙的，就被这同样的2句话，同样的2节经文，把它夹住。所以今天这一个故事，对马太来讲，事实上他最主要传讲的，就是就这样，
在先啊，有许多在先的，却将要在后；在后的，却将要在先。所以，当我们看完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要清楚，在先的却将要在后，在后的却将要在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就是我们用查经的方法来看今天的经文，你就会觉得非常有趣。那我们注意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发现到这一段跟前面这一段的经文，就是20章的葡萄园的故事，这个经文跟19章少年财主的这个经文呢，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关系。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这个园主他一天里面为了这些做工的人当中，有些人他原本是没有工作的，他还是欢喜叫他们进来做。那做完之后，园主一样花给他们工钱。但是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园主没有让那些先来的人来领钱，却让最晚进来的人来领钱。那这些清早进来的人，他就很高兴，看到最后面进来的人来领钱的时候，想说看他领多少。因为像下午5点进来的人，他只做了1个钟头，结果呢，他看到他领了1块钱，他心里面就想说：他领了1块钱，那我岂不是可以领得更多吗？因为我清早6点就进来了。可是呢，却发现他下午5点进来也领1块钱，中午早上进来的也领1块钱，最后轮到清早6点进来的，也一样领1块钱。哇，他内心就开始不平衡了。怎样不平衡呢？因为我清早进来，我从清早进来就日晒雨淋，辛苦的劳动，但是呢，我却是只有领1块钱。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要来处理我们内心我们内心的情绪那一种自然的不平衡。因为来讲出这样的故事，所以当这个园主最后对清早进来的这些工人说你很会计较，比较小心眼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子的话。他说：“朋友呀，我并没有亏欠你，因为我跟你所讲的，我跟你约定的，就不是这样子吗？”这个园主叫清早进来的人说：“朋友，我们不要觉得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里面被叫朋友的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以后若是有人在后面叫你朋友，你这个回头要问他说你是不是叫马太？因为当园主叫清早进来葡萄园工作的工人朋友的时候，从这个故事来看，相信这些人原本就是这个园主的班底，与园主的关系良好，好到他们已经忘记他清早进来跟园主的约定，他们却在最后的时候很自然来干涉园主发放工钱的一种主权的人。在我们已经归主称作基督徒基督信徒的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会被耶稣称作朋友，因为这些朋友都是很自然会干涉主权的人，因为他已经忘记上帝的主权，他觉得说我跟上帝很要好，好到自己就是上帝最好的朋友，那很自然他就会替上帝来解决一些事情，并且可以代替他来去审判人。刚刚说过，在后的将要居前，在前的将要居后。这个概念并不是说你很早就信耶稣，还是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天国的大门就可以先为你排队，先进去的一种时间性的概念。这里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灵性程度进展的一种概念。我们再来看第19章少年财主的这个故事。这个经文它一样也提醒我们有一种人也是很容易被耶稣称为朋友。耶稣对少年财主挑战说，你要放下一切，所有的一切来跟随我，你就要得到完全。少年财主听到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在24章24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了，财主要进入上帝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我顺便来讲一下什么叫做针眼。针眼不是我们那个线的针那个线要穿过那一个针。那个针眼呢，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它白天它的城门是大开的，但是呢，晚上过了宵禁的那个到了宵禁的时期呢的时间，它要进出呢是要从旁边的小门这个门很小。那骆驼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它要通过这一个针眼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没有错这时候耶稣的弟子彼得他就出声了，他就跟耶稣讲说，看我们已经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了。没有错，我们要跟随耶稣就是要放下一切，这个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信息。但是放下自己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特别在上帝国的这个议题里面。为什么说完全放下一切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呢？因为彼得说看是叫谁看见？彼得说看他是要跟耶稣讲说，叫耶稣看见他说，我看我已经完全放下一切来跟随你。问题是他每一项都放掉，但是就又有一项没有放掉，就是他只会说看我已经放掉一切，只是指着自己说我已经放下一切来跟随你我用一个故事来做这样子的诠释。禅宗有一个故事他来讲到说，有一个大师兄小师弟，他要沿路来托钵行乞。那刚好有一天他要过溪的时候，在旁边看到一个妇人也要过溪。但是女人要过溪，这是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事，所以这个女人她就在旁边犹豫。这个大师兄看到这个女人在旁边犹豫，他二话不说过去就把她背上，然后就
涉水涉溪而过，然后就把他放下来。那问题是，当大师兄把这一个妇人把他背上去的时候，旁边的小师弟，他内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他跟我讲，平常都教导我什么都要空，尤其看到女人更要空，也不可以贪色，也不可以贪财。可是刚刚做的榜样不好，哎呀，他内心就一直嘀咕着。然后两个师兄弟呢，沿路就一直这样子走，想说，他内心就越走越难过，越走越不舒服。然后他就鼓起勇气跟大师兄抗议说：“大师兄，你刚刚为什么看到女人就背？”大师兄跟他讲说：“我背这个女人过溪，然后就换你背，一直背到现在，你都没有放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故事呢，是彼得他说：“看啊，我已经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主啊，我已经做到这样子了。看啊，你看我非常认真，在圣殿里面服侍，在圣殿里面参加聚会。看啊，我在教会各种聚会从来都没有缺席过。那没有像那一个陈某某，很少看到他来聚会，来教会聚会。那为什么他会当上执事，他会当上长老？哎呀，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在后的他却要在前，那在前的却将要居后的一个原因。这一个原因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注定一定要是这样子，也不是说必然你当了基督徒就一定会这样子，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经文就有说有许多这样的情形，但是不是所有的，只是其中的。因为这许多的意思是说，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这样子，并不是每一个。所以到后面16节的时候最后耶稣才说，在前的将要居后，那在后的将要居前。这个就是说，在我们人性的软弱当中，我们应当遵照我们的信仰操练，来达到对我们内心的一种程度的一种要求，一种满足。所以那一个人性，我们很自然就会让你来代替上帝来行事，来益处，而且非常容易让人在没有自觉的情况下开始扮演上帝所要做的角色。所以这种人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呢，就被称为是朋友。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这种人是不是通常会让我们认定说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不好吗？不是，还是在我们传统的信仰里面，他是一个不敬虔的人吗？也不是，因为耶稣会用朋友来表示说，这个人他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他对自己的要求事实上是非常的好，而且在我们人的我们的眼光里面，他是上帝的朋友，他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的好，因为就只有独缺了那一项。所以这句话是耶稣对财主的挑战，你独只缺那一项。所以我们这朋友的他每一项都做得非常好，你就是只有缺那一项。所以这个就是说，今天
马太，他将财主的故事只有放在财主的处境里面，那将葡萄园的故事放在葡萄园的故事当中，其实这两个故事都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在叙述人性的故事。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放下一切，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不容易的事。当我们金钱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却会代替上帝来审判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也都是我们所欠缺的。在澳洲墨尔本有一个金托雷牧师，他很会带祷告，然后他常常在带一些被邀请在带特会的祷告聚会当中，有一次在一次的特会当中，他在带领的聚会，他收到一张小纸条，传到他的手当中。字条上写着说：“敬爱的托雷牧师，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因为我已经为一件事情祷告很久，我相信我的祷告是依照着上帝的旨意来求的，但我在祷告当中一直没有得到上帝的应验跟应许，而且我是长老教会30年的会友，始终非常努力，没有教会的聚会从来没有缺席过，而且我已经做了25年主日学的校长，在教会担任长老也已经20年了，但是上帝就是不听我的祷告，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能够提出解释吗？金托雷牧师就当场回答说：“这位弟兄，你以为你已经做了30年的会友，25年的主日学校长，在教会担任20年的长老，上帝就有义务一定要听你的祷告吗？其实你是奉自己的名在做祷告。当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祷告的时候，上帝是不会听你的祷告。我们若要上帝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必须放弃任何讨债的念头，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配得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葡萄园的故事实在讲就在提醒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长期在教会里面忠心侍奉，担任较高的职分，将来就一定会得到较高的工价。千万不要用义务或是欠债的观点来看自己在教会的侍奉。要记得，我们的服事是用出于内心无私的爱心。我们必须要放弃我只是上帝的一个雇工，因为雇工他只是要领工价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上帝选召进到上帝的葡萄园，我们跟上帝的约定是，上帝拣选了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也成为耶稣的门徒。记得我们迦南教会我所敬重的陈道雄牧师，在去年10月25号我外出没有在我们教会做礼拜，
我回来第一件事，我赶紧去把周报拿回来，我是要看陈牧师他的信息。我所认识的以前因为我很早就认识他，我所认识的道雄牧师，他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他并没有又忘记他跟上帝的那一种约定，因为他在他的讲道里面，他一直在叮咛我们要不要间断去传福音。他一直在扮演着传福音的使者，我实在非常的感动，因为有机会我们一定要随时记得我们跟上帝的约定。当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给老一辈的时候，和年轻人，你们要知道，这其中的差别是什么？年轻人因为进葡萄园的时间比较早，而且一生呢都能很快活的、很喜乐的在服侍，在基督里面来追求成长。但老一辈的，我们的这些长辈，他因为在以前的经历里面，他要都在关心自己，虚耗自己的欲望所以呢，也许年纪大了，肉体比较软弱，但是因为醒悟到对基督救恩的需要，所以呢，他害怕他的将来要何去何从，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虽然时日无多，但是因着我们传福音给他，上帝的选召，他却能够感受到神慈爱怜悯的恩典，所以他也能够确实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这是曾经我传福音给老一辈的，他就问我说我现在信耶稣还来得及吗？我跟他说，你只要现在相信耶稣是你生命当中的救主，永生的礼物就已经赏赐给你了。所以无论是年轻人或是这位老先生，虽然他们进入葡萄园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进入葡萄园，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临到他们身上了。上帝给他们的赏赐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教导我们做工不求报偿，只要知道要遵行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尽力把上帝的爱能够说清楚，尽力解释福音的真理，热心请人接受。我们相信，我们若会关心传福音给人，他就能够来得着这个救恩。也求上帝在他们的心里做工，他们对救恩就会有所回应。我们恳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